资治通鉴》呢，繁体版可以下载的嘞。你看25史简体繁体，25史繁体。你看电子书下载25史的，全宋词、全唐诗哦，还有全宋词、全唐诗的，还有民国教科书232册啊，经典古籍15001本哦，仪不是那个仪，简体字跟繁体不一样。中医古籍纯文字档格式的1001本哦。古代汉语简体本，古代汉语校订重排本，中华大字典，民国教科书正统道藏系道藏，黄汉医学丛书，黄记大词典，文学史系列书籍大合集。怎么有这么多